回到霞姐直播中。今天节目中呢，邀请一位真老主角，搁真古水的总后师来教咱大家好食的料理。古水师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古水师，你好。嘿，今日要教什么好食的料理咧？咱来做一个大吉大利，一飞冲天。哦，菜名咧？菜名是栗子烧鸡，足好食的哦。哦，食材呢？鸡肉、栗子、牛骨、茶辣、姜，两个菜哦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几人门几杯菜几斤肉，看过一家人的巴肚，吃着新鲜水笑目笑。虽然料理辛苦，犹原甘心快乐。认真发展，为外行变做内行。风生水起，将名号吹响亮。金银济济赚，财宝满满行的厨房。哇，做香的咧！是要怎煮啦？讲价者有啥撇步？做鸡肉10秒油秒出来，其他的材料放落了，豆油搁水去了，旁边豆油包哦，好食噶。蒸煮、烤卤、炸、炒、煎，规个炉、规底碗、规箱底，忍受前路来的火热，无细了光行有烟的冷甜，为何家的气味着价值意义？有缘做伙，做美丽人生梦，斗斗完成，好氛围温暖轻松。天摇地动，嘛牵手远放，渐渐的美红，饭菜香香香的厨房。有风心勇敢，对你是够永安，滴滴答答，传从回音对万转。处处离别，旁平安在起航，乌路头家行，万事飘风光的厨房。好路来回响，烦恼来放松的厨房。哇，安尼敢煮好啊？会使食袂？会啊，食小打会使起镜。安安嘞，哦，你甲我讲一摆这个菜名。菜名叫大吉大利，一飞冲天，栗子烧鸡。你大概有学着无？会当试看卖哦。